今年7月，丹那市洪灾了后，台南的受灾户清出来的废弃物，是暂时定伫咧后壁乌树南园区。不过，这总算是规片烧起来，一直到今下晡火才拍花。这场大火嘛，去影响到空气品质。过头开始靠西北风，后壁柳营、东山、关田、新华这5区的乡亲，都要尽量甲窗仔门关好吧。大火伴随高烟一直庆出，火光点到暗暝，也互附近住户心惊胆吓。因为电风早都示警，这个洪灾了后，大量放废弃物的所在捌有过火警。我们也跟中央的那个环保署也跟他们提醒说，这里曾经有火灾的经验，请你们一定要注意。结果我提醒了，那昨天它就发生大火。我们这边居民跟农民，我们的权益你们都没有顾到，就这样子。到2早起，要有燃散火光，好加在下昼火势拍花，消防队开始乌底站高温区域避免搁倒起来。这场火日暗发生，炭烧超过12点钟，因为烧的面积大，搁有风势助长。现场的燃烧面积初估大约有3000平方公尺哈。这场火也因为风向影响真侪行政区，火警无偌久。台南市环保局提醒后壁区、东山区、柳营区等14个行政区，细里火灾影响空品。日中到了后，因为海风增强，风向转为西北风。公布受影响区域是后壁区、柳营区、东山区、关田区、新化区。在下风处来做这个空气品质的监测哈，那目前的空气品质都是普通啦。那但是我们还是提醒这邻近的行政区域的居民哈。台南市环保局表示，这个废弃物拢是台南市洪灾了后，并从厝内清出的废弃物，袂少拢是茶座也是厝遐。估计现场大约对20多栋，已经办理发包要起火。降低居民的烦恼，只是还未起火完成，都先引起火警，也无怪电风会掉卡断地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